你来了，等好久了吧？来的不是时候啊！今天真不凑巧，我还有事儿要到机械厂去一下。今天真对不起你了。过几天我去看你。对了，你顺便到商店告诉我妈，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不回去了啊。我怎么好去呢？那有什么？你也不是没见过我妈。可是你还害羞？走吧。哎，就来。桂玉，你们农场不打算做苹果酱吗？苹果酱？对，设备我帮着解决。现在顾不上了，今年连好苹果都推销不出去，班长正为这个到处跑呢。哦，真玉同志啊，再见再见，有时间到我们那儿去玩。好，常来信啊。哎呀，那不是真玉吗？哎呀，班长大叔啊，你好。学习结束了？结束了。那一定是最优等生了。哎呀，哪儿啊？啊，错不了，还是我们真玉呀。这个时期我们加工组的工作怎么样啊？啊，还可以。那您一定抓的很有成绩了。啊，啊，比你去学习的时候还算有一些起色吧。您辛苦了。辛苦什么？咱们回去谈吧。好，我正忙着推销订合同，一天到处奔跑啊。苹果结的又多又好，又是个大丰收年呢。是吗？来，把皮箱放车上。不用了。放上吧。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沉呐？都是书。哦，是书啊。你们好。哎呀，经理啊，你看，哎呀，那孩子他经常晚上不回家，可今天还派个通讯员来。看您说的，你来一趟不容易啊，你应该谅解他。他最近的工作是挺忙的，就连我都快把他的模样忘了。经理同志，你好啊！哎呀，你好，班长同志。啊，你忙吧？啊，忙啊。啊，哦，桂玉也在这儿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跟我说有要紧的事儿到市里来，原来是到你婆婆这办事儿啊？啊？你就当没看见，不就过去了？哦，你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？是啊，今年丰收了，出来跑跑外交。哦，我们农场估计今年苹果产量要比去年增加2倍多。哦，所以我到商店来找找经理同志，来谈一谈合同的事儿。你还得多帮忙啊！我们这儿也不管订合同啊。不管哪行呢？管理处来问你，你就给我们宣传宣传，说石华农场的苹果呀是最好的啊！事实也是这样嘛？啊，是啊。哦，桂玉，真玉回来了。是吗？啊。哎呀！你好啊，你好。这是哪儿的苹果？石花农场的。啊，是吗？那是我们农场的。把那个拿给我看看。不，这边这个坏的。这样的苹果，我们农场不会往箱子里装的。可能是搬运过程坏的。也许啊，商店保管有问题，也可能。
哎呦！这样苹果能不损坏吗？你得像摆弄鸡蛋那样仔细才行。真义，哦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家里都好吗？都好。今天我抢先了，抢到桃花底作业班长的前头去了。跟机械厂订了合同，原来他们两家是搞协作的。这下我那位朋友夜里该睡不好觉了，说不定得急出病来呢。这么说，今年的苹果都能及时处理了？没问题，咱不能像桃花底那样。班长大叔，您工作挺忙的，别为了照顾我们耽误了事。您先骑车走吧。你这孩子，你以为我推着走是为了照顾你们吗？你看，我的车在放炮了。我自己拿着吧。哎，推着吧去。拿下来吧，我拿着吧。哎呀，你就别犟了，走吧。姐姐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办点事儿。大婶儿，你好。哎呦，真玉呀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真玉呀，你在那儿学习挺累吧？不累。到我家去玩吧。好，我正看这个要下崽的母猪，你看这些猪都跑出来了。哎呦，这猪把苹果都吃了，多可惜！您就跟班长大叔说说呗。嗨，我说句话，人家还不当耳旁风呢。出。我以为是爷爷回来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新出的维尼龙，颜色好看吗？哎呀，可真好看呢！你进城就为了买这个？妈，你看我穿上是不是有点太漂亮了？挺好的，好多人都穿这个呢。这花布可真好看啊！哦，看看我们真玉的皮箱吧。啊，都是书啊！听说真玉回来了，他到哪儿去了？说是到他们加工组去看看。啊，他还给您带回了礼物呢。哦，真是好孩子。正合适。北清地方果树栽培技术。真玉，你好，你回来太好了，你一定是最优等生了。我衷心的祝贺你。怎么？你们都不在加工组了？在，还算加工组的组员，在劳动手册和学习惠民册上也还是那样写着。那今天你们是来支援？不光今天，好像永远要到处支援。今天钉木箱，明天去编筐，后天运工具，大后天畜牧场，大后天修路，
反正我们能干的活，不管什么活都得去干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们加工组现在没活干吗？为什么？酿酒吗？也没有缸，我们也不能一口气吹个缸啊。那你们没准备做苹果酱和果子露吗？哼，你没看见吗？你们就这样等着？等着也做了不少斗争。现在我们一提意见，班长就说：“哎，知道，正采取措施。”班长光答应不办，可我们也不让步。今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一个苹果烂掉。现在你也回来了，他就再也不敢随便摆布了。机手都不在这儿，民吉他们都去修储藏库了，是吗？你看，咱们果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，今年可以大量储藏，四季都有新鲜苹果了。哎呀，不过得把坏苹果，还有掉在地下的苹果全部进行加工。哎，可现在做不到。姑娘们，这是新事物。我们来完成，我们也没干过，像这活就没什么神秘的。我实习的那个果园，全都是妇女她们干的，可带劲儿了。那我们也试试。哎呀，这也是个好机会嘛，我们就练习练习。以后男同志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喷药了。真的，你们看报上说的了，今后我们农村要实行化学化、机械化，现在就要做好准备。对。行了，真是胡闹！怎么胡闹？快给发动！就你胡闹！你说话注意点。拖拉机能随便发动吗？真是的，你们倒有理了。明吉同志，你好。啊，真玉，你回来了。我不跟你握手，你先给我发动着。苹果不赶快喷药，要出大事儿了。收获季节的生虫率是30%。30%？是啊。哦。所以，不能让熟了的苹果生虫子。苹果生了虫子就要烂，烂了就不能储藏，这你也知道。新学来的。你呀。
常树，你看，这是怎么了？喷不出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些孩子！快停下！快停下！哎呀，哎，快停下吧！哎，你们这简直是胡闹嘛！你们以为这是清水啊？啊？你们就是再不懂事，也不能拿着药水闹着玩嘛！哎，我临走不是安排你们去订箱子了吗？箱子早就订完了。嗯？箱子早就订完了。箱子早就订完了。哦，调皮姑娘干活还挺快呢啊！哎，你这小子也没点男子样，总围着姑娘转什么？爸爸，我，这不该明急的事，是我。你真是。收获期的生虫率是30%，就你知道的多，今年还管那些？看苹果结的多好，要不我能让大家去修储藏库。你们也看见了，我一天到晚往外跑，自行车履带都跑坏了3条了，真够受。姑娘们，快去洗一洗，换换衣服吧。看你们弄得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姐姐订婚以后变得可真稳当，老装作个大人样。啊，订婚了？你还不知道？你去学习这个时期，是咱们班长大叔的介绍，跟城里加工厂的作业班长对上线了。等秋收后定个日子，他就要进城，成了工人的夫人啦。看你，我真奇怪，当初为了办好咱们的加工组，你姐姐干劲那么大，可一订婚呢，她就变了，越来越温柔了。我看要是你呀，有了爱人，也会变成个温柔的媳妇儿。哼，也许得装一装，可我绝不离开加工组。姑娘们，说些什么呀？常树，你在正义面前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就说给他听呢，让他姐姐知道这些，那才好呢。我跑的自行车带都要找我了，跑的结果，咱们今年的苹果都订了合同了。啊，还有，咱们要推广国营果树农场已经试验成功的野外储藏苹果的方法。现在问题都基本解决了，咱们的农活就剩下修储藏库了，把那些苹果储藏到来年的夏天。啊，这样一来，咱们的果园也能1年4季不断的供给人民大量的新鲜苹果了。对呀，至于对外联系工作，全部由我负责。你们呢，就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修建储藏库的工程上去。啊，大家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提个意见，我也有意见。嗯，啊，知道，我采取措施了。掉地下的苹果怎么处理呢？放心吧，我接受了你们的意见，已经准备了煮果酱的大锅，还买了几口做酒的大缸。问题是你得赶快把它拿来。嗨，那也得一样一样的办呢。我也有意见。哦，真玉回来了吗？又增加一个劳动力了啊！说吧。今年咱们的苹果处理的很有计划性，这我很高兴。你也有了变化。可是看到掉地下的苹果太多，连猪都挑好的吃，大家都很心疼。
特别是你家大婶她。其实苹果加工没什么神秘的，问题是怎样组织和发挥大家的力量。每天下班的时候，只要每个人都把掉地下的苹果捡一捡，拿回家去晒成干，这也是很好的加工办法嘛。好啊，苹果干。先用盐水泡一下，再拿出去晒成干，这样就不会坏了。对呀，也用不着花钱。对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大家提一提吧，要提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啊。啊，真玉，这个事儿就由你负责，说干就干呐。我？啊。哎呦。把它分配下去，然后再收上来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能行啊？让我姐姐负责吗？桂玉是人家的人了，她现在正在做结婚准备工作，忙不过来那些了啊。大家不要笑了，以后啊要绝对听从真玉的指挥，明白了吧？这样行了吧？啊？还有。怎么还有？您给组织一下，我得向大家讲讲学习来的东西呀。啊，好啊。忙完了这些活再说吧。哎呀，你得马上组织。你也看见了，大家都忙得不得了。那让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办一下吧。啊。散会吧。啊。他大叔。啊。哎呀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能够让他负责呢？还是找个能力强的人吧。嗨，那点事儿还需要他负什么？就让他们干去吧，反正他们也不跟我要房子、要机器。那这么说，他们要干呐，你就是挡也挡不住。这些孩子，我算是服了。我就是让他们干，也没抱什么大希望，是他们闹得我实在是没办法。他们这种想法还是可贵的，这种爱护集体财产的思想，我们应当大力的提倡，积极的支持啊！啊，看见了吧？真玉，咱们3个人的声音合在一块儿，力量就大了。班长大叔够固执的了，可是今天还接受了意见。也不一定，他哪次也没反对过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最近班长大叔总在外边奔跑，他可忙了。今天又到城里忙了1天才回来。加工组的事，我们应该努力，有问题不能光抱怨大叔啊。可也是，对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走吧。明吉，你妈妈在家吗？在。哎，饭做好了吗？我还有事儿呢。哎呀，饭还没做好呢。你干什么了？那头母猪就要下崽了，我在那看着它呢。我把米下到锅里，我还得马上回去呢。你老糊涂了！你不在那看着它，跑回来干什么？啊，那我回来不是给你们做饭吗？你以为男人就没长手啊？快回去！还有你这样的畜牧组长。
快去吧！你以为牲畜不会讲话就可以随便呢？哎，明基啊，你快去做点饭啊，快！爸爸，你就不能去看看？嗯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参加宣传队的练习了？啊，我不参加了。怎么？现在有才能的人挺多的，我这样的该退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的手真巧！哎呀，以后厨房的活你就别沾手了，我都得实习一下啊。姐姐，听说你订婚了，真的吗？知道还问？要进城了，也是真的。没看见妈妈最近对我可严了，这个实习可不一般呐。真玉，给你，社劳卿委员长送来的。是吗？哎呦，爹回来了。啊，这什么呀？掉地里的苹果。哦。嘿，我们真玉从今天开始负责晒苹果干了。负责人的家里得带头干呐。赶快吃晚饭吧。吃完了饭，咱们全家动手切，咱们头一个把它晒出去。爷爷，谢谢你。孩子，谢什么呀？我们真玉今天的发言还不错呀。爷爷，我本来想，你去那么几天能学到什么技术啊？看来你倒是学了好思想啊。爹，洗脸吧。哎。哎，又上哪儿去啊？不吃饭就走啊？你们先吃吧。我一大跳，刚当上官就有了官架子，连朋友都忘了。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怎么知道？你以为光咱们来了？你看那边。哎呀，都来了。
社劳青委员长批评咱们了，为什么？说咱们不发动群众，光知道自己干。啊，说没起到社劳青的作用。啊，是啊，组织多么关心我们呢！没有组织，什么也干不了。啊，咱们一天也生活不下去呀。好像你今天头一次有了体会似的。歇会儿再干吧。好。啊，真玉，还记得吗？这些苹果树还是咱们栽的呢。啊，记得，那棵是我栽的，这棵是你栽的。那边那棵是昌树栽的啊，那棵是我和你姐姐一块栽的啊。那时候我们才那么高，那时候总想什么时候能吃到苹果，可现在为苹果丰收操心，想起来真像做梦一样。是啊，啊，这事过了整整10年了，还是敬爱领袖冒着雨亲自视察北清的时候，我们在这开始栽的这些树，已经10年了。那次视察山坡地的果园以后，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、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，明确地制定了要把全国的山都变成丰硕的果园的具体方案。就在敬爱领袖指出新的希望的第2天，给我。大叔，啊，什么时候能吃到苹果？等7、8年就能吃到苹果了。哎呀，得7、8年啊！像西红柿当年结多好。来，栽苹果树就得这样认真仔细的栽呀！啊。可是你看，苹果都结这么多了，可我们又干了些什么呢？是啊。哎，这些苹果怎么办呢？民警可能不知道今天就开始了。我去找他。管拖拉机的能同意吗？问问吧。林基同志，你来一下。真剧呀！啊，做饭呢。你把拖拉机挂上拖车，快开到果园去。干什么？运掉地下的苹果。管拖拉机的同志，他同意开吗？走。明吉，这小子不愿意给我做饭，溜了，真没办法。哎，桂玉，你干什么呢？算了，让他准备他的吧。真玉哪儿去了？哼，火是他点起来的，倒让爷爷这么忙活。你妹妹不会去串门的。快点，快点！
真玉，怎么了？你家就别留了吧。为什么？你妈在畜牧场也回不来。没问题，男人也能干这个嘛，照顾这个照顾那个，最后还有几家企业的。明吉，深更半夜的也不问我一声，开拖拉机干什么去了？嗯，这是什么？你白天不是说要绝对听真玉的指挥吗？什么？哼，这小子，今天晚上就得切出来，明儿一早就晒出去。当班长的家里应该带头嘛，你快接着吧。哼，快给我！哎呀！哎，还得切呀。还有储藏库的消毒，用福尔马林和硫磺消毒的方法。第一种，40%的福尔马林加上40倍的水。哎呦，这些大家都知道，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讲吧，继续讲吧。讲吧，讲吧。那我就快点讲了。今天我得讲到加工方法这一部分。真玉呀！啊，你好。你是怎么组织的？一下子全村都动员起来了。大叔，你昨天不是说要大家绝对听我的指挥吗？哦，我也坐在家里，连地方也没敢动，整整切了一宿啊！你撒谎！昨晚上你不是到管委会去了，这才回来吗？连我家你都去了？当然了。我家也切完了。切完了。哦，班长的家嘛，对这件事当然应该带头了。哎呀，怎么又坏了？哎，又放炮了。哼，整天的出去跑，那自行车扛你那么折腾了。可是跑多少路就能办多少事儿。你还是少出去跑点吧，应该好好管理管理咱们作业班的事情了。那班里有多少事情等着你安排啊？你怎么这么能啰嗦呀？用不着你操心，好好为你煮点得了。你知道我们畜牧场的姑娘都说你什么？他们又议论我到处跑了。哼，他们说别的农场有个摩托委员长，咱们农场呢？哦，那就是说我是摩托班长了？哎呦，摩托班长还是自动化呢，说你是自行车班长。我才是个自行车班长。调皮姑娘，等着瞧吧，看哪个作业班分配的多。来，拿着。老倔头。拿着。往后啊，你听别人的意见也得往心里去，
你别总这个耳朵听了，那个耳朵就冒了。行了，行啊。哎呦，又差一点放炮，真够受。他大叔，哎呀，又差点没堵着你，要上哪儿去啊？啊，进城去，催合同的事儿，还有联系点支援的劳力，早下手能来点整劳力呀。家里的劳力都安排好了，没问题了。修储藏库的劳力你是怎么安排的呢？啊，瞧我这记性啊，我都把这个事儿给忘了。我看你就把这个事儿给组织一下吧，啊。哦，桂玉啊，今天你们加工组啊都去参加摘苹果去吧。怎么？人手缺的要命啊！摘苹果的能手都在家里摆弄苹果干，哪行啊？我还得进城去办事儿，你在家组织一下，要提高效率。好吧。这下劳动力分配的问题基本解决了。托给你了啊。行啊。哎呀，这个事儿，哎，桂玉，把个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。今天天气预报说有大雨，你负责把那苹果堆用帘子给盖好。好吧。啊，记住。你放心吧。班长大叔。哎呀，吓我一跳。做果酱的锅呢？啊，大概做好了吧？您还没去看呢？哎呀，跑得我晕头转向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哎呀，掉地下的苹果，你看都在那堆着呢。知道。今天无论如何你得给解决，今天不带回来就要耽误事儿了。姐姐，掉地下的苹果堆那么多了，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你变了，是吗？你这丫头，到时候你也就知道了。快走的人了，还能跟人吵架？我也操过不少心了。您好。你好。哎呀，真玉，我婆婆来了。哦，真玉，快回去告诉妈妈。
沈基，你的。你好啊，你好。妈妈，我姐的婆婆来了。哦，亲家母来了。嗯，姐姐说让你准备一下午饭。哦，哎呀，可是这儿的活还没完呢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赶快回去吧，好好招待一下亲家母。那你就受累了。嗯，给我拿条子来。哎呀，大婶儿，条子这么用可不行。怎么？您得把皮儿剥掉啊！不剥皮儿，苹果容易弄坏呀。这孩子哪还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剥皮儿啊？你妈可没那么要求啊。大婶儿，我讲技术课的时候都讲了。嗯，你说的那些道理都对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剥皮儿？看看吧，这样做的行不行？两个格中间太宽了，这两个格中间应该再加一个格。苹果放多了容易压坏呀。哎呀，来个新顾问，要求的可真严。一块干吧。为了一个苹果也不烂掉，就得严点。谁家有福，娶真玉这样一个媳妇？哎呀，那我可不嫁人。有是的，等着看吧。都准备好了。妈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养鱼场。妈妈你。司机停下！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！快快快，就是快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啊？啊，你没看见这个吗？这，哎呀，大惊小怪的，吝啬的都吓死个人啊！啊，这怎么是吝啬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苹果？什么？国光？啊，北青。我问的是，这片荒凉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苹果？难道苹果多了就可以开车压碎它吗？司机同志做的是不对，你批评的有道理。真玉，哎呀，大婶儿，你好啊！你可真负责呀。嗯，刚才看你从车上下来，我就躲开了，可在这儿又碰上您了。躲什么呢？怪不好意思的。你们骂我了吧？为什么要骂你啊？你给我们商店提了些宝贵意见，我们认真做了检查，正在改进呢。你去看看，已经有了些变化了。哎呀，大婶儿。哦，我走了啊。大婶儿，我妈还等着你呢。等我？这大忙季节我去看亲家，你这个丫头还不得批评我呀？哎呀，桂玉来的正好。桂玉，最近你们挺忙吧？我本来想去看看你妈，可是没时间，我走了。
您怎么走啊？我妈把午饭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这么忙，准备什么午饭呢？刚才听了真玉的批评，提醒我考虑一些问题。经理同志，走了。哦，我走了。同志，改日再来向你做检讨吧啊！你怎么这么急着走了？是我太过分了。你又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。这么说，你那天去批评亲家母的商店了？嗯。哎呀，看这事儿闹的。那天就算你不知道，可今天呢？哼，你呀，你也太不懂事儿了。这大婶真怪，她有意见就直接提呗。她当时说的挺好的，可连饭都不吃就走。你还不快给我住嘴！真玉有什么错误？见了不对的就批评，100个正确。万一要是把亲家母惹翻了呢？要是这点小事他就计较，我们这边还不干了呢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个经理，还能没有度量？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可姑娘家总得让着人家点儿。为什么要让着点儿？儿媳妇儿，这种思想就是要不得。你这都是封建思想，封建的。妈妈，姐姐订婚，你怎么也变了呢？哼，说话都低人家3分。你不说话不行啊！哎呀，苹果堆没盖上。什么？真玉，等一等，把雨衣带上。桂玉这孩子怎么这样子呢？这都是你当妈的给惯成这个样子。今天这个事儿吧，啊，亲家母来就来了呗，大忙季节，娘俩扔下活，在家里又跑养鱼场，又杀鸡，闹哄哄的忙了半天，亲家母还是没来。唉，叫人家笑话呀！唉，桂玉这孩子成什么样子了？过去他多积极，现在他什么活动都不愿意参加了。一个女孩子找着了婆家，就得赶快把她打发走。你以为这样就算尽到当妈的责任了？当然了，我也有责任。不管她到什么地方，首先得把她教育好。唉，过去当爹妈的，给姑娘出嫁的时候，只要预备好嫁妆，就算尽到自己的责任了。你还是用那老一套，给她做这个弄那个，她的嫁妆总要比别人的好，你就算放了心了。这些不行，首先教育孩子有好思想，懂吗？对不起，是我。什么对不起？没什么，你不是这儿的人了吗？怎么了？我跑了有什么用？是人家的人了。哎呀，又要掉地下好多苹果了。那只有我爸爸会高兴。怎么？坏苹果多，酒也就出得多呀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。
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要是心疼苹果，别光在这儿喊，快去把做果酱的锅给弄来，可不？姑娘们，对不起，明吉同志，对不起呀。怎么了？你不应该这种态度吗？哎呦，怎么了？你对别人那么严格，可对你自己的姐姐呢却那么迁就。你看，做错了事儿，就说对不起，就完了。你得斗争，知道群众有什么议论吗？说桂玉眼里只有加工厂他那个爱人，没别的了。你干嘛不当他面讲，背后又议论这么多？怎么？想着他爱人有什么不好？要是你爱人把你当成苦黄瓜，你心里就高兴了？我不高兴，我能忍耐。可是，他要是像你姐姐那样，对集体的事业一点不关心，对不起，我就不能饶了他。你别理他，他怎么不跟他爸爸做斗争呢？什么？哎，哎呀，班长大叔！啊，班长大叔，你回来啦！回来了辛苦了。哎呀，急急忙忙的赶到了家，雨又停了。听说你们把那些苹果堆都用帘子给盖好了。是啊。啊，还是社劳情起作用了啊。做果酱的锅呢？你去看了吗？一定做好了吧？啊，办理合同，联系职员，我正忙着到处奔跑呢，不知桃花里作业班长，怎么知道了机械厂那口锅？怎么？哎呀，你真是……哎呀，苹果合同是我把他给顶了，这回他报复我。可我是谁呀？就算苹果合同换去了做果酱的锅，可咱们也不吃亏呀！啊？哎，没关系，今年丰收了，掉地下那么点苹果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真没想到，大叔你这样不负责任。你这孩子也太没礼貌了。要说农场的苹果烂了，你说是我心疼还是你心疼？论责任也是得我负责。这越惯越不像话。民吉同志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真没想到，你爸爸这样的不理解我们。他跑倒是跑了，就是……你不应该这种态度。怎么？你对别人要求那么严格，可对自己的爸爸就这样迁就。常树，你得跟他斗争啊！这姑娘们，别这样。大叔工作太忙了。
姐姐又写信呢。事儿不管是谁惹的，检讨还得我来做。嗯。姐姐，做果酱的锅让桃花梨给弄去了。这场雨又得掉好多苹果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别打搅我了。姐姐，干什么？算了，我知道跟你商量也没用。又上哪儿？在家能坐得住吗？出去想个办法。真玉，你别总自个儿逞能。要都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那负责同志怎么工作呀？依你说，果园的事只能让班长一个人操心吗？哎呀，你真是！掉地下那么多苹果在那烂着呢，好多姑娘心疼的都哭了，可你就那么平静。什么？真玉，你怎么了？谁像你呀，只关心你自己。真玉，你关心怎么建立你的小家庭，我们不能那样生活。你是脸上抹着粉，穿着维尼龙，打着汗伞，推着小孩车整天逛的那种人。我们要把一生都贡献给果园，我们怎么能跟你这样呢？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不愿意听，我也得说完。姐姐，你确实在变。领袖教导我们农民都要实行革命化、工人阶级化。现在是陶醉在和平幻想的时候吗？美国鬼子要吃掉我们，和日本鬼子勾结起来了。姐姐，祖国南半部的妈妈们受着敌人的欺压，连用草席搭的棚子都被霸占去，被赶在外面流浪，孩子们饿得晕倒在路上，妈妈们向我们伸出了求援的手，这些你怎么想不到？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在为解放南半部的同胞进行着紧张的战斗。只有姐姐你这样生活，像你这样生活，我们农场不，我们国家绝不能容许。桂玉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。哎，咱们院子里掉了几个秋子梨，怪可惜的。爷爷，你真是。真玉，你也来坐一坐。这梨还是不好吃啊！人的口味变了。现在苹果有的是，都烂在地里。可旧社会，我们那个村子，只有地主家院子里有那么一棵梨树，很多孩子想吃都吃不着啊。那个年头，我给地主家当了一辈子长工。你爹小的时候，就这样的秋子梨，他一个也没有吃过呀。就是这样的梨，狗地主，害得咱们家破人亡啊！你们有一个叔叔，他捡了一个从地主家梨树上掉下来的梨，
那个残忍成性的地主儿子看见了，他用皮鞭子抽打你叔叔的脸，把你叔叔的眼睛给打瞎。你爹看到自己小弟弟给打成那样惨，就不顾一切地狠狠地揍了他一顿。咱们家几辈子给地主当长工，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。可是我看到这个情景，我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恨。明知道在那个世道，我这个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可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也把狗地主狠狠地揍了一顿。就这样，在那个不讲理的旧社会，他们全家被赶出去了。我被地主捆绑着，全家跟在后边，看着，走着。我那个被打瞎了眼睛的小儿子，想摸一摸我，他一伸手就倒下去。我的心呐，都要碎了。老奶奶拉着被地主家打瞎了眼睛的小孙子，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家乡，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往哪里投奔？后来，在一个寒冬腊月里，外边刮着大风雪，你那被打瞎眼睛的叔叔身上没有棉衣，饿着肚子，倒在江边上。我那可怜的小儿子再也起不来了。老奶奶抱起倒下的小孙子，捶着胸膛，坐在那儿哭啊哭啊。就这样，怀着对旧社会的痛恨，扔下你可怜的爹，也倒在路旁死去了。严刑拷打，我的身体折磨坏了，警察才把我放出来。唉，为了找到我的亲人，我就东奔西走，最后只找到你爹一个人，他已经饿得要死了。孩子们，要是我们能够把那狠毒的地主抓来，多好啊！就因为一个梨，我那小儿子的生命被活活的夺去，我也受尽了折磨。我的老母亲和我那可怜的小儿子都埋葬在外乡，我们不能忘记这笔血债。我的旧社会的长工在领袖创造的果园里，今天成为堂堂的主人呢。爷爷。敬爱的领袖，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，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富饶的果园，进行了斗争。我们要深刻的体会敬爱的领袖火热般的心情啊！我们应该努力办好我们的农场，一个苹果也不能够糟蹋。我们要让在旧社会受欺压、受苦难的人们吃得好，生活得好，这样才能让领袖放心呐。
什么对不起？没什么，你不是这儿的人了吗？姐姐，你是抹着粉，穿着维尼龙，打着汗伞，推着小孩车整天逛的那种人。我们要把一生都贡献给果园，我们怎么能跟你这样的？像你这样的生活，我们农场不，我们国家绝不能容许。你那些甜蜜的梦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不会实现的。你看，我们这些青年里，哪有像你那样追求享受和个人安逸的？在社劳青里，有你这样的人，真是个耻辱。桂玉同志，你谈谈吧。同志们批评的对，针对我的缺点，大家及时的帮助了我。大家知道，为了把我们的家乡建设成富饶的果园，我也积极的参加了讨论。可那是过去的事了。我变成这个样子，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。同志们对掉地下一个苹果都感到那样的心疼，我呢，不仅没有心疼，就连这么好的果园，我都不把它放在心里了。我总想我是要离开这儿的人了。我们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，我就忘了老一辈受过的苦。我是个受苦的长工的女儿，可我忘了我父亲年轻时候的悲惨经历。他因为一个烂梨受到过毒打折磨，因为一个烂梨，我叔叔被打瞎了眼睛。领着他瞎眼睛的孙子，在寒冬的风雪里，都冻死在江边上了。这血泪的家事，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。同志们，看看我，哪像个在旧社会受过欺压的穷人家的孩子？尤其是现在，敌人要使我们重新遭受苦难的时候，就在这紧要的关头，我却追求个人安逸，不积极参加组织活动，不愿意学习，有点时间就忙着绣花，哪像个社劳青的萌员？看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同志们感到惊讶，这些批评是很对的。我是个受苦的长工的女儿，因为受旧思想的影响，一时离开了阶级立场。想到这些，我也不能饶恕我自己。唉，能弄到这么个程度，就基本解决了。爸爸总对自己满足，你了解情况吧？你这小子啊，好像你替我为做果酱锅的事儿受姑娘们的气了啊！哎，明吉呀，男人嘛，别跟姑娘们一般见识。这个耳朵听了，那个耳朵冒了，也就算了。爸爸，大家的意见你这个耳朵听了，那个耳朵冒了，可让我那些伙伴多着急呀！我也挺上火的。知道，做果酱的锅算什么呀？苹果合同我们跟机械厂落实了，我咔嚓一下刚把图章盖上，桃花里作业班长就到了。呵，我看他那个发愁的样子，说这些都不脸红。桃花里的苹果是谁家的？是美国鬼子的吗？这是什么话？
你为什么看不到那么多掉地下的苹果？爸爸，你是个官僚主义者。嗯？说我是官僚主义者？呵呵，当然了，你总是想着法儿的不接受意见，可表面上还说好听的，我都为你害羞，给我住嘴！负责人嘛，也可能犯下官僚主义。哼，可我还是爱护我们作业班里的人，这是我的骄傲。我不分昼夜的往外跑，也不单单是为了我和你的利益，是为了让大家多分到几个钱。得了吧，你说你关心自己的人，青年人冒着大雨点苹果，你关心了吗？嗯，你看看外边，大家正在想办法试验做果子酱，可是你当班长的却不关心，也不帮着他们想些办法。这深更半夜的来跟我吵嘴，你怎么不去啊？我能跟他们一起干吗？我不能，因为我没脸去见人。孩子的话你也应该好好听一听。这些孩子为了不糟蹋一个苹果，操了不少的心，你怎么就不体谅他们呢？为了不糟蹋一个苹果，要组织加工，这是党的指示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你往后少往外跑点吧，要好好学习学习。从前我做的不对的时候，你还能用领袖的教导和党的政策教育启发我。按照北京会议指示的精神，我们在后山栽苹果树苗的时候，你是那样的积极，管理树苗也非常认真。可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不学习，离党的政策远了，你脑子都生锈了。我真不知道你打算走哪一条路啊！我担心你会闹出事来。掉了那么多苹果，你还说不算什么？你不仅是咱家的家长，也是作业班的当家人。作为一个班长，用你这种思想教育班员，能够革命化和工人阶级化吗？你不给我们创造条件，我们也要遵着领袖的教导干。爸爸，敬爱的领袖视察北京的时候，捡起一个掉地下的苹果，用手绢擦着苹果说：“不要扔掉一个苹果，要组织生产果子酱、果子露，以满足人民的需要。”可是你让猪去吃苹果，爸爸，该清醒清醒了。哦，给我。哎，你这儿忙着呢。啊，真玉在家吗？我们真玉去农场没回来，来，坐吧。哦，过几天是你父亲去世的周年了。是啊，做什么准备了？简单准备了一下。不能那样大操大办，别忘了那个日子就行了。是，现在正是分配的时候，要记住，别像去年那样请那么多的客人。我们现在的生活好了，不知道节约是个大毛病。你个人不节约还算是个小事儿，可出现在农场管理上，
可就是大事儿啊！哎，你这么大个人，都干了些什么啊？在农场管理方面，你都不如那些孩子。我知道了。你呀，也应该想想过去。你这样能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吗？你入党的时候，我是你入党的介绍人。我呀，在党的面前很难过。还有，你的学习总结做得很不好。是啊，我正想找党组织检查一下我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我应该按党的指示去工作，可是我没做到，这是我的严重错误。唉。等一等，糖不能一下都放进去啊，要分几次往里放。哎呀，这还挺麻烦的呢。哎呦，哦，果酱做的怎么样了？还顺利吗？还好。班长大叔，您尝尝吧。啊，挺好吃的，您尝尝。哎呀，这么好吃啊！啊，这么好吃，做起来又这么容易，可过去光做久了。不过这设备太简陋了。现在还是试验阶段嘛。啊，好啊。那明年开始用大锅做果酱，正式生产怎么样？我们同意。太好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留在这儿吧。好，别的活就不用你们了。以后你们想干什么，我是无条件的支持啊。已经过去了，以后就别提它了啊。不，那我们可不能忘。班长你好啊！啊，支援的劳力就要到了，房子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准备好了啊，尽量准备的好一些。再去检查检查。好，知道了，走吧，走。他大叔啊，出事儿了！大清早晨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苹果酱煮糊了，都成了苦胆汁儿了。什么？那些孩子能做得了什么？哎，那些掉地下的苹果还不可惜，可是听说一大桶糖都糟蹋了。掉地下的就不是苹果了？哦，是啊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了？嗯？
哎，这可太苦了。你哭什么？煮坏了也不要着急嘛。大家赶快找找原因，找出原因来继续干。失败一次就哭鼻子，还像个社保情盟员吗？好了，都精神起来。大叔，放心吧，我不是以前的班长了，这一方面你就放心，以后大胆的干吧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来，好好干。班长大叔，谢谢你。大家都精神起来啊！别着急，马上就好。嗯。再等一下。真义，姐姐，从哪儿拿来的？从技师家拿来的。哎呀，你看一本。给你。呵，这么多书啊！大家把这些书看一看，完了开个讨论会。昌树，你看这本经验介绍。哎，煮糊了果酱，心里正难过呢，哪有情绪看书？还是你去当博士吧。不，我们得好好学习。我们还没长好翅膀，就想要飞，那还能不摔下来？我们要正确的执行领袖的指示，要做好工作，就得学习科学知识。真义啊，你姐上哪儿去了？还没回来？你知道不？嘘，妈，别打搅我。你这孩子，就是不知道惦记你姐姐。姐姐也不是小孩了。啊，妈妈，我看呐，我姐姐最近要办一个大事儿，你等着。到时候真把你吓一大跳。你是不挂着你姐姐呀？妈妈，你总是把我姐姐挂在心上。我要出去不回来呀，你连问也不问。你这孩子，过些日子你姐就成人家的人了，妈总得多关心着点儿。不管怎么说，妈妈的心呐，总是偏着老姑娘。给你。好了，我要看书了，别打搅我了啊。你看都几点了，还看？能睡着吗？今天党秘书同志批评我了。是吗？因为果酱。下班回来，党秘书同志把我叫去。他说光有革命热情还不行，还要有科学知识，才能真正对革命贡献。啊，你看，找了这本书给我。好啊。啊，人干嘛留下了个睡觉的习惯呢？嗯。要是一天有100个小时该多好啊！傻孩子。啊，现在苹果加工的责任都落在我们身上了。
头，你好。非得有这样设备不行吗？啊，行倒是行，就是调起火这个问题，会有很多困难，那要反复试验几次，才能掌握住火候。我们这儿有一口小型的锅。是吗？哎，官职，官职。哦，桂玉，你来了。有点事儿找你。好。这个锅拿回去，大家该多高兴啊！这怪我，我早就应该帮你解决。这个事儿怎么能怪你呢？该走了。哎，桂玉，走吧。孩子们，你们要记住，摆弄苹果呀，一定要仔细。要像摆弄鸡蛋那样才行啊！你们在这儿劳动，可以可劲儿的吃，到果园来了，哪能不吃就回去呢？啊，可劲儿的吃啊！你们也吃不了多少。你们要吃好的，不要吃坏的。这是北青。班长大叔。啊，组长同志，你来负责。成功了，可好吃了。哦。啊，是不错呀，够味道。哎呀，这还没有商标啊。哦，标上石花农场出品，要贴个大一点的。班长大叔，咱们走吧。走。哎呀，班长来了，快快快！这么说，加工组的问题就算基本解决了。不，需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振玉，你姐姐把做果酱的锅拿来了。什么？我姐姐可真行啊！我早就料到了，桂玉还是咱们农场的人嘛，啊！来了，他是不是拿走？看那家来了，这小子就说别走了。姐姐，姐姐，振玉，振玉同志，你好啊！啊，你好。怎么样？今天就算我向你来做检讨吧。来，同志们，卸车，官职来了。哎呦，班长你好啊！厂里忙吧？还行啊。听说农场要做果酱，厂里派我来了。啊，振玉过来，见见你姐夫。过来。
我给你姐姐找的对象还不错吧？开始你好像还有点意见，这回该喜欢你姐夫了吧？大叔，哎呀，你们看。那边都好了吗？嗯，都好了。真玉啊，真玉，你到桃花里去一下。干什么？桃花里作业班长要我们派个人去介绍一下我们作业班里的经验。哦。你去吧，要沉着一点，好好的介绍。哎呀，大叔，我怎么能去介绍？你就去吧，快点。我可不去。哎呀，他大叔，你去吧，去吧。他还是个孩子呢，能讲出个什么来呀？哎，妈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妈，你知道真玉做了多大的事儿啊？那你们可别太宠着他呀。好，我去，不就是介绍实际情况吗？当然了，那你就从我这保守主义班长开始讲吧。这个材料可丰富了啊！这个内容可千万别漏掉。他们桃花里农场啊，也有那么一个跟我一样的老保守作业班长啊。农场管理方面也是缺乏主人翁应有的态度，忘记了旧社会的苦，因为今年丰收了就不爱惜苹果，让这老朋友好好受受教育。哎，你可是有经验呐。那我就走了。啊，真玉，把这个带着，你先拿实物做介绍吧。还是我姐姐想的周到啊。真玉啊，明吉同志，上来吧。啊，不了，我到桃花里去。知道，担任重要任务的同志，能让你走着去吗？哎呀，非常遗憾，我不是开小轿车的司机。哎呦，这没办法，我是进城去的，可以捎你一段路。来，上来吧。好。哎呀，明吉同志，你先等我一下。这些人的脑子真过分了，这样干多快呀！孩子们，怎么这么干？快下来！你们都几岁了？我13，我14。这么说，你们的年龄比果树年龄大一点儿，是吗？孩子们，你们生下来那个时候，这些地方还没有一棵苹果树啊。10多年前，这里还是野草的山坡，人们认为这样的荒山啊，没什么大用处，没人理过它。可敬爱领袖，为了让我们家乡的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最新鲜的苹果，让我们在这里办果园，栽上了这一片苹果树啊！敬爱的领袖，视察北京之后，展望着祖国的明天，明确指示我们，要有效地利用全国各地的山地，要
要在这3000里锦绣江山建造30万到40万丁部各种水果的果园。伟大领袖为了让我们大家能够一年四季吃到苹果，非常关怀我们的果园。苹果丰收，他多高兴啊！可你看，这些宝贵的苹果给弄成什么样了？伟大的领袖不仅想到让你们吃到苹果，还想到让你们能吃到最好的苹果。可这些苹果给弄成这样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些苹果要供应你们现在吃，还要保存到明年。现在就坏成这样了，还能保存到明年吗？我们做错了。我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连苹果都没见到过呀。我和你们能够吃到足够的苹果，因为是新时代的主人。如果有人看到苹果烂了不心疼，甚至去损坏苹果，他就是没有主人翁的态度。我亲身体会到，能正确对待摸到每个苹果的时候，都要想到敬爱的领袖视察北清、制定宏伟计划那种火热的心情。不仅是我们弟弟妹妹们，甚至我们的后代，世世代代都要牢记敬爱领袖伟大的教导，让我们的江山永远永远丰硕富饶，百花灿烂。咱们的农活就剩下修储藏库了，把那些苹果储藏到来年的夏天。这样一来，咱们的果园也能一年四季不断的供给人民大量的新鲜苹果了。对呀，至于对外联系工作，全部由我负责。你们呢，就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修建储藏库的工程上去。大家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提个意见，我也有意见。知道，我采取措施了。掉地下的苹果怎么处理呢？放心吧，我接受了你们的意见，已经准备了煮果酱的大锅，还买了几口做酒的大缸。问题是你得赶快把它拿来。那也得一样一样的办呢。我也有意见。真玉回来了吗？又增加一个劳动力了说吧。今年咱们的苹果处理的很有计划性，这我很高兴。你也有了变化。可是看到
掉地下的苹果太多，连猪都挑好的吃，大家都很心疼。特别是你家大婶她。其实苹果加工没什么神秘的，问题是怎样组织和发挥大家的力量。每天下班的时候，只要每个人都把掉地下的苹果捡一捡，拿回家去晒成干，这也是很好的加工办法嘛。好啊，苹果干。先用盐水泡一下，再拿出去晒成干，这样就不会坏了。对呀，也用不着花钱。对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大家提一提吧，要提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啊。哦，真玉，这个事儿就由你负责，说干就干呐。我？啊。哎呦。把它分配下去，然后再收上来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能行啊？让我姐姐负责吗？桂玉是人家的人了，她现在正在做结婚准备工作，忙不过来那些了啊。大家不要笑了，以后啊要绝对听从真玉的指挥，明白了吧？这样行了吧？啊？还有。怎么还有？您给组织一下，我得向大家讲讲学习来的东西呀。啊，好啊。忙完了这些活再说吧。哎呀，你得马上组织。你也看见了，大家都忙得不得了。那让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办一下吧。啊。散会吧。啊。他大叔。啊。哎呀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能够让他负责呢？还是找个能力强的人吧。嗨，那点事儿还需要他负什么？就让他们干去吧，反正他们也不跟我要房子、要机器。那这么说，他们要干呐，你就是挡也挡不住。这些孩子，我算是服了。我就是让他们干，也没抱什么大希望，是他们闹得我实在是没办法。他们这种想法还是可贵的，这种爱护集体财产的思想，我们应当大力的提倡，积极的支持啊！啊，看见了吧？真玉，咱们3个人的声音合在一块儿，力量就大了。班长大叔够固执的了，可是今天还接受了意见。也不一定，他哪次也没反对过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最近班长大叔总在外边奔跑，他可忙了。今天又到城里忙了1天才回来。加工组的事，我们应该努力，有问题不能光抱怨大叔啊。可也是，对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走吧。明奇，你妈妈在家吗？在。哎，饭做好了吗？我还有事儿呢。哎呀，饭还没做好呢。你干什么了？那头母猪就要下崽了，我在那看着它呢。我把米下到锅里，我还得马上回去呢。你老糊涂了！你不在那看着它，跑回来干什么？
啊，那我回来不是给你们做饭吗？你以为男人就没长手啊？快回去！还有你这样的畜牧组长，快去吧！你以为牲畜不会讲话就可以随便呢？哎，明基啊，你快去做点饭啊，快！爸爸，你就不能去看看？嗯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参加宣传队的练习了？啊，我不参加了。怎么？现在有才能的人挺多的，我这样的该退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的手真巧！哎呀，以后厨房的活你就别沾手了，我都得实习一下啊。姐姐，听说你订婚了，真的吗？知道还问？要进城了，也是真的。没看见妈妈最近对我可严了，这个实习可不一般呐。真义，给你，社劳卿委员长送来的。是吗？哎呦，爹回来了。啊，这什么呀？掉地的苹果。哦。嘿，我们真义从今天开始负责晒苹果干了。负责人的家里得带头干呐。赶快吃晚饭吧。吃完了饭，咱们全家动手切，咱们头一个把它晒出去。爷爷，谢谢你。孩子，谢什么呀？我们真玉今天的发言还不错呀。爷爷，我本来想，你去那么几天能学到什么技术啊？看来你倒是学了好思想啊。爹，洗脸吧。哎。哎，又上哪儿去啊？不吃饭就走啊？你们先吃吧。我一大跳，刚当上官就有了官架子，连朋友都忘了。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怎么知道？你以为帮咱们来了？你看那边。
哎呀，都来了。社劳卿委员长批评咱们了，为什么？说咱们不发动群众，光知道自己干。啊，说没起到社劳卿的作用。啊，是啊，组织多么关心我们呢！没有组织，什么也干不了。啊，咱们一天也生活不下去呀，好像你今天头一次有了体会似的。歇会儿再干吧。好。啊，真玉，还记得吗？这些苹果树还是咱们栽的呢。啊，记得，那棵是我栽的，这棵是你栽的，那边那棵是昌树栽的啊，那棵是我和你姐姐一块栽的啊。那时候我们才那么高，那时候总想什么时候能吃到苹果，可现在为苹果丰收操心，想起来真像做梦一样。是啊，啊，这事过了整整10年了，还是敬爱领袖冒着雨亲自视察北清的时候，我们在这开始栽的这些树，已经10年了。那次视察山坡地的果园以后，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、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，明确地制定了要把全国的山都变成丰硕的果园的具体方案。就在敬爱领袖指出新的希望的第2天，给我。大叔，啊，什么时候能吃到苹果？等7、8年就能吃到苹果了。哎呀，得7、8年啊！像西红柿当年结多好。来，栽苹果树就得这样认真仔细的栽呀！啊。可是你看，苹果都结这么多了，可我们又干了些什么呢？是啊。哎，这些苹果怎么办呢？民吉可能不知道今天就开始了。我去找他。管拖拉机的能同意吗？问问吧。民吉同志，你来一下。真玉呀。啊，做饭呢。你把拖拉机挂上拖车，快开到果园去。干什么？运掉地下的苹果。管拖拉机的同志，他同意开吗？走。明吉，这小子不愿意给我做饭，溜了，真没办法。哎，桂玉，你干什么呢？算了，让他准备他的吧。真玉哪儿去了？哼，火是他点起来的，倒让爷爷这么忙活。你妹妹不会去串门的。
真玉，怎么了？你家就别留了吧。为什么？你妈在畜牧场也回不来。没问题，男人也能干这个嘛，照顾这个照顾那个，最后还有几家切的。明吉，深更半夜的也不问我一声，开拖拉机干什么去了？嗯，这是什么？你白天不是说要绝对听真玉的指挥吗？什么？这小子，今天晚上就得切出来，明儿一早就晒出去。当班长的家里应该带头嘛，你快接着吧。快给我！哎，这。哎，还得切呀。还有储藏库的消毒，用福尔马林和硫磺消毒的方法。第一种，40%的福尔马林加上40倍的水。哎呦，这些大家都知道，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讲吧，继续讲吧。讲吧。那我就快点讲了。今天我得讲到加工方法这一部分。真玉呀！啊，你好。你是怎么组织的？一下子全村都动员起来了。大叔，你昨天不是说要大家绝对听我的指挥吗？哦，我也坐在家里，连地方也没敢动，整整切了一宿啊！你撒谎！昨晚上你不是到管委会去了，这才回来吗？连我家你都去了？当然了。我家也切完了。切完了。哦，班长的家嘛，对这件事儿当然应该带头了。哎呀，怎么又坏了？哎，又放炮了。哼。整天的出去跑，那自行车扛你那么折腾了。可是跑多少路就能办多少事儿。你还是少出去跑点吧，应该好好管理管理咱们作业班的事情了。那班里有多少事情等着你安排啊？你怎么这么能啰嗦呀？用不着你操心，好好为你主打得了。你知道我们畜牧场的姑娘都说你什么？他们又。
来了，等好久了吧？来的不是时候啊！今天真不凑巧，我还有事儿要到机械厂去一下。今天真对不起你了。过几天我去看你。对了，你顺便到商店告诉我妈，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不回去了啊。这，我怎么好去呢？那有什么？你也不是没见过我妈。可是，你还害羞？走吧。哎，就来。桂玉，你们农场不打算做苹果酱吗？苹果酱？对，设备我帮着解决。现在顾不上了，今年连好苹果都推销不出去，班长正为这个到处跑呢。哦，真玉同志啊，再见再见，有时间到我们那儿去玩。好，常来信啊。哎呀，那不是真玉吗？哎呀，班长大叔啊，你好。学习结束了？结束了。那一定是最优等生了。哎呀，哪儿啊？啊，错不了，还是我们真玉呀。这个时期，我们加工组的工作怎么样啊？啊，还可以。那您一定抓的很有成绩了。啊，啊，比你去学习的时候还算有一些起色吧。您辛苦了。辛苦什么？咱们回去谈吧。好，我正忙着推销订合同，一天到处奔跑啊。苹果结的又多又好，又是个大丰收年呢。是吗？来，把皮箱放车上。不用了。放上吧。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沉呢？都是书。哦，是书啊。你们好。哎呀，经理啊，你看，哎呀，那孩子，他经常晚上不回家，可今天还派个通讯员来。看您说的，你来一趟不容易啊。你应该谅解他。他最近的工作是挺忙的，就连我都快把他的模样忘了。经理同志，你好啊！哎呀，你好，班长同志。啊，你忙吧？啊，忙啊。啊，哦，桂玉也在这儿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跟我说有要紧的事儿到市里来，原来是到你婆婆这办事儿啊？啊？你就当没看见，不就过去了？哦，你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？是啊，今年丰收了，出来跑跑外交。哦，我们农场估计今年苹果产量要比去年增加2倍多。哦，所以我到商店来找找经理同志来谈一谈合同的事儿，你还得多帮忙啊。我们这儿也不管订合同啊。不管哪行呢？管理处来问你，你就给我们宣传宣传，说石花农场的苹果呀是最好的啊。事实也是这样嘛？啊，是啊。哦，桂玉，真玉回来了。是吗？啊。哎呀，你好啊，你好。这是哪儿的苹果？石花农场的。啊，是吗？那是我们农场的。把那个拿给我看看。不，这边这个坏的。这样的苹果，我们农场不会往箱子里装的。可能是搬运过程坏的，也许啊，商店保管有问题，也可能。
哎呦！这样苹果能不损坏吗？你得像摆弄鸡蛋那样仔细才行。真意，哦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家里都好吗？都好。今天我抢先了，抢到桃花里作业班长的前头去了。跟机械厂订了合同，原来他们两家是搞协作的。这下我那位朋友夜里该睡不好觉了，说不定得急出病来呢。这么说，今年的苹果都能及时处理了？没问题，咱不能像桃花里那样。班长大叔，您工作挺忙的，别为了照顾我们耽误了事。您先骑车走吧。你这孩子，你以为我推着走是为了照顾你们吗？你看，我的车带放炮了。我自己拿着吧。哎，推着吧去。拿下来吧。我拿着吧。哎呀，你就别犟了，走吧。姐姐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办点事儿。大婶儿，你好！哎呦，真玉呀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真玉呀，你在那儿学习挺累吧？不累。到我家去玩吧。好，我正看着个要下崽的母猪，你看这些猪都跑出来了。哎呦，这猪把苹果都吃了，多可惜！您就跟班长大叔说说呗。嗨，我说句话，人家还不当耳旁风呢。出。我以为是爷爷回来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新出的维尼龙，颜色好看吗？哎呀，可真好看呢！你进城就为了买这个？妈，你看我穿上是不是有点太漂亮了？挺好的，好多人都穿这个呢。这花布可真好看啊！看看我们真玉的皮箱吧。都是书啊。听说真玉回来了，他到哪儿去了？说是到他们加工组去看看。他还给您带回了礼物呢。哦。真是好孩子。正合适。北清地方果树栽培技术。真玉，你好，你回来太好了，你一定是最优等生了。我衷心的祝贺你。怎么？你们都不在加工组了？在，还算加工组的组员，在劳动手册和学习惠民册上也还是那样写着。那今天你们是来支援？不光今天，好像永远要到处支援。今天钉木箱，明天去边框，后天运工具，大后天畜牧场，大后天修路，
反正我们能干的活，不管什么活都得去干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们加工组现在没活干吗？为什么？酿酒吗？也没有缸，我们也不能一口气儿吹个缸啊。那你们没准备做苹果酱和果子露吗？哼，你没看见吗？你们就这样等着？等着也做了不少斗争。现在我们一提意见，班长就说：“哎，知道，正采取措施。”班长光答应不办，可我们也不让步。今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一个苹果烂掉。现在你也回来了，他就再也不敢随便摆布了。机手都不在这儿，民吉他们都去修储藏库了，是吗？你看，咱们果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，今年可以大量储藏，四季都有新鲜苹果了。哎呀，不过得把坏苹果，还有掉在地下的苹果全部进行加工。哎，可现在做不到。姑娘们，这是新事物。我们来完成，我们也没干过，像这活就没什么神秘的。我实习的那个果园，全都是妇女她们干的，可带劲儿了。那我们也试试。哎呀，这也是个好机会嘛，我们就练习练习。以后男同志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喷药了。真的，你们看报上说的了，今后我们农村要实行化学化、机械化，现在就要做好准备。对。行了，真是胡闹！怎么胡闹？快给发动！就你胡闹！你说话注意点。拖拉机能随便发动吗？真是的，你们倒有理了。明吉同志，你好。啊，真玉，你回来了。我不跟你握手，你先给我发动着。苹果不赶快喷药，要出大事了。收获季节的生虫率是30%。30%？是啊。哦。所以，不能让熟了的苹果生虫子。苹果生了虫子就要烂，烂了就不能储藏，这你也知道。新学来的。你呀。
少树，你看，这是怎么了？喷不出来了？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些孩子！快停下！快停下！哎呀，哎，快停下吧！哎，你们这简直是胡闹嘛！你们以为这是清水啊？啊？你们就是再不懂事，也不能拿着药水闹着玩嘛！哎，我临走不是安排你们去订箱子了吗？箱子早就订完了。嗯？箱子早就订完了。箱子早就订完了。哦，调皮姑娘干活还挺快呢啊！哎，你这小子也没点男子样，总围着姑娘转什么？爸爸，我……这不该明急的事，是我……你真是……收获期的生虫率是30%，就你知道的多，今年还管那些？看苹果结的多好，要不我能让大家去修储藏库。你们也看见了，我一天到晚往外跑，自行车履带都跑坏了3条了。真够受。姑娘们，快去洗一洗，换换衣服吧。看你们弄的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姐姐订婚以后变得可真稳当，老装作个大人样儿。啊，订婚了？你还不知道？你去学习这个时期，是咱们班长大叔的介绍，跟城里加工厂的作业班长对上线了。等秋收后定个日子，他就要进城，成了工人的夫人啦。看你，我真奇怪，当初为了办好咱们的加工组，你姐姐干劲那么大。可一订婚呢，她就变了，越来越温柔了。我看要是你呀，有了爱人，也会变成个温柔的媳妇儿。也许得装一装，可我绝不离开加工组。姑娘们，说些什么呀？常树，你在真玉面前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就说给她听呢，让她姐姐知道这些，那才好呢。我跑到自行车带就要找我了。好的结果，咱们今年的苹果都订了合同了。啊，还有，咱们要推广国营果树农场已经试验成功的野外储藏苹果的方法。现在问题都基本解决了，都议论我到处跑了。哼，他们说别的农场有个摩托委员长，咱们农场呢？哦。那就是说我是摩托班长了？哎呦，摩托班长还是自动化呢，说你是自行车班长。我才是个自行车班长。调皮姑娘，等着瞧吧，看哪个作业班分配的多。来，拿着。老倔头。拿着。往后啊，你听别人的意见也得往心里去。你别总这个耳朵听了，那个耳朵就冒了。行了，行啊！哎呀，又差一点放炮，真够受。哎，他大叔，哎呀，又差点没堵着你，要上哪儿去啊？啊，进城去，催合同的事儿，还有联系点支援的劳力，早下手能来点整劳力呀。家里的劳力都安排好了，没问题了。修储藏库的劳力你是怎么安排的呢？啊，瞧我这记性啊，我都把这个事儿给忘了。我看你就把这个事儿给组织一下吧，啊。哦，桂玉啊，今天你们加工组啊
都去参加摘苹果去吧。怎么？人手缺的要命啊！摘苹果的能手都在家里摆弄苹果干，哪行啊？我还得进城去办事儿，你在家组织一下，要提高效率。好吧。这下劳动力分配的问题基本解决了。托给你了啊。行啊。哎呀，这个事儿。哎，桂玉，把个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。今天天气预报说有大雨，你负责把那苹果堆呀用帘子给盖好。好吧。啊，记住。你放心吧。哎。班长大叔！哎呀，吓我一跳。做果酱的锅呢？啊，大概做好了吧？您还没去看呢？哎呀，跑得我晕头转向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哎呀，掉地下的苹果，你看都在那堆着呢。好，知道。今天无论如何你得给解决，今天不带回来就要耽误事儿了。姐姐，掉地下的苹果堆那么多了，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你变了，是吗？你这丫头，到时候你也就知道了。快走的人了，还能跟人吵架，我也操过不少心了。您好。你好。哎呀，真玉，我婆婆来了。哦，真玉，快回去告诉妈妈。圣姬，你的。你好啊，你好。妈妈，我姐的婆婆来了。哦，亲家母来了。姐姐说让你准备一下午饭。哎呀，可是这儿的活还没完呢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赶快回去吧，好好招待一下亲家母。那你就受累了。给我拿条子来。哎呀，大
婶儿调的这么用可不行。怎么？您得把皮儿剥掉啊，不剥皮儿，苹果容易弄坏呀。这孩子哪还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剥皮儿啊？你妈可没那么要求啊。大婶儿，我讲技术课的时候都讲了。嗯，你说的那些道理都对。怎么办呢？剥皮儿？看看吧，这样做的行不行？2个格中间太宽了，这2个格中间应该再加1个格。苹果放多了容易压坏呀。哎呀，来个新顾问，要求的可真严。一块儿干吧，为了1个苹果也不烂掉，就得严点。谁家有福，娶真玉这样一个媳妇？哎呀，那我可不嫁人。哟，是的，等着看吧。都准备好了。妈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养鱼场。妈妈你。司机停下！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！快快快，就是快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啊？啊，你没看见这个吗？这，哎呀，大惊小怪的，吝啬的都吓死个人啊！哦，这怎么是吝啬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苹果？什么？国光？啊，北青。我问的是，这片荒凉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苹果？难道苹果多了就可以开车压碎它吗？司机同志做的是不对，你批评的有道理。真玉，哎呀，大婶儿，你好啊！你可真负责呀。刚才看你从车上下来，我就躲开了，可在这儿又碰上您了。躲什么呢？怪不好意思的。你们骂我了吧？为什么要骂你啊？你给我们商店提了些宝贵意见，我们认真做了检查，正在改进呢。你去看看，已经有了些变化了。哎呀，大婶儿。哦，我走了啊。大婶儿，我妈还等着你呢。等我？这大忙季节我去看亲家，你这个丫头还不得批评我呀？哎呀，桂玉来的正好。可是，她要是像你姐姐那样，对集体的事业一点不关心，对不起，我就不能饶了她。你别理她。她怎么不跟她爸爸做斗争呢？什么？哎。哎呀，班长大叔！啊，班长大叔，你回来啦！回来了。辛苦了。哎呀，急急忙忙的赶到了家，雨又停了。听说你们把那些苹果堆都用帘子给盖好了。是啊。啊，还是社劳情起作用了啊。做果酱的锅呢？你去看了吗？一定做好了吧？啊，办理合同，联系职员，我正忙着到处奔跑呢，不知桃花里作业班长，怎么知道了机械厂那口锅？怎么？哎呀，你真是，哎呀。
苹果合同是我把他给顶了，这回他报复我。可我是谁呀？就算苹果合同换去了做果酱的锅，可咱们也不吃亏呀！啊？哎，没关系，今年丰收了，掉地下那么点苹果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真没想到，大叔你这样不负责任。你这孩子也太没礼貌了。要说农场的苹果烂了，你说是我心疼还是你心疼？嗯，论责任也是得我负责。这越惯越不像话。民吉同志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真没想到，你爸爸这样的不理解我们。他跑倒是跑了，就是。你不应该这种态度。怎么？你对别人要求那么严格，可对自己的爸爸就这样迁就。常叔，你得跟他斗争啊！这姑娘们，别这样。大叔工作太忙了。姐姐又写信呢。事儿不管是谁惹的，检讨还得我来做。姐姐，做果酱的锅让桃花梨给弄去了。这场雨又得掉好多苹果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别打搅我了。姐姐，干什么？算了，我知道跟你商量也没用。又上哪儿？在家能坐得住吗？出去想个办法。真玉，你别总自个儿逞能。要都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那负责同志怎么工作呀？依你说，果园的事只能让班长一个人操心吗？哎呀，你真是！掉地下那么多苹果在那烂着呢，好多姑娘心疼的都哭了，可你就那么平静。什么？真玉，你怎么了？谁像你呀，只关心你自己。真玉，你关心怎么建立你的小家庭，我们不能那样生活。
你是脸上抹着粉，穿着维尼龙，打着汗伞，推着小孩车整天逛的那种人。我们要把一生都贡献给果园，我们怎么能跟你这样呢？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不愿意听，我也得说完。姐姐，你确实在变。领袖教导我们，我们农民都要实行革命化、工人阶级化。现在是陶醉在和平幻想的时候吗？美国鬼子要吃掉我们，和日本鬼子勾结起来了。姐姐，祖国南半部的妈妈们受着敌人的欺压，连用草席搭的棚子都被霸占去，被赶在外面流浪，孩子们饿得晕倒在路上，妈妈们向我们伸出了求援的手，这些你怎么想不到？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在为解放南半部的同胞进行着紧张的战斗。只有姐姐你这样生活，像你这样生活，我们农场不，我们国家绝不能容许。桂玉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。哎，咱们院子里掉了几个秋子梨，怪可惜的。爷爷，你真是……真玉，你也来坐一坐。这梨还是不好吃啊！人的口味变了。现在苹果有的是，都烂在地里。可旧社会，我们那个村子，只有地主家院子里有那么一棵梨树，很多孩子想吃都吃不着啊。那个年头，我给地主家当了一辈子长工。你爹小的时候，就这样的秋子梨，他一个也没有吃过呀。就是这样的梨，狗地主，害得咱们家破人亡啊！你们有一个叔叔，他捡了一个从地主家梨树上掉下来的梨，那个残忍成性的地主儿子看见了，他用皮鞭子抽打你叔叔的脸，把你叔叔的眼睛给打瞎。你爹看到自己小弟弟给打成那样惨，就不顾一切的狠狠的揍了他一顿。咱们家几辈子给地主当长工，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。可是我看到这个情景，我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恨。明知道在那个世道，我这个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可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我也把狗地主狠狠地揍了一顿。就这样，在那个不讲理的旧社会，咱们全家被赶出去了。我被地主捆绑着，全家跟在后边，看着，走着。我那个被打瞎了眼睛的小儿子，想摸一摸我，他一伸手就倒下去。我的心呐，
都要碎了。老奶奶拉着被地主家打瞎了眼睛的小孙子，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家乡，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往哪里投奔？后来，在一个寒冬腊月里，外边刮着大风雪，你那被打瞎眼睛的叔叔身上没有棉衣，饿着肚子倒在江边上，我那可怜的小儿子再也起不来了。老奶奶抱起倒下的小孙子，捶着胸膛坐在那儿哭啊哭啊。就这样，怀着对旧社会的痛恨，扔下你可怜的爹，也倒在路旁死去了。严刑拷打，我的身体折磨坏了，警察才把我放出来。唉，为了找到我的亲人，我就东奔西走，最后只找到你爹一个人，他已经饿得要死了。孩子们，要是我们能够把那狠毒的地主抓来，多好啊！就因为一个梨，我那小儿子的生命被活活的夺去，我也受尽了折磨。我的老母亲和我那可怜的小儿子都埋葬在外乡，我们不能忘记这笔血债。我的旧社会的长工在领袖创造的果园里，今天成为堂堂的主人呢。爷爷。敬爱的领袖，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，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富饶的果园，进行了斗争。我们要深刻的体会敬爱的领袖火热般的心情啊！我们应该努力办好我们的农场，一个苹果也不能够糟蹋。我们要让在旧社会受欺压、受苦难的人们吃得好，生活得好，这样才能让领袖放心呐。什么对不起？没什么，你不是这儿的人了吗？姐姐，你是抹着粉，穿着围尼龙，打着汗伞，推着小孩车整天逛的那种人。我们要把一生都贡献给果园，我们怎么能跟你这样的？这个事儿，哎，桂玉，把个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。今天天气预报说有大雨，你负责把那苹果堆用帘子给盖好。好吧。啊，记住。你放心吧。哎。班长大叔。哎呀，吓我一跳啊！做果酱的锅呢？啊，大概做好了吧？您还没去看呢？哎呀，跑得我晕头转向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哎呀，掉地下的苹果，你看都在那堆着呢。啊，知道。今天无论如何你得给解决，今天不带回来就要耽误事儿了。과일이 붉은 게 이만큼 붉었고
地下的苹果堆那么多了。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你变了，是吗？你这丫头，到时候你也就知道了。快走的人了，还能跟人吵架？我也操过不少心了。您好，你好。哎呀，真玉，我婆婆来了。哦，真玉，快回去告诉妈妈。圣姬，你的。你好啊，你好。妈妈，啊，我姐的婆婆来了。哦，亲家母来了。嗯，姐姐说让你准备一下午饭。哦，哎呀，可是这儿的活还没完呢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赶快回去吧，好好招待一下亲家母。那你就受累了。嗯，给我拿条子来。哎呀，大婶儿，条子这么用可不行。怎么？您得把皮儿剥掉啊！不剥皮儿，苹果容易弄坏呀。这孩子哪还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剥皮儿啊？你妈可没那么要求啊。大婶儿，我讲技术课的时候都讲了。嗯，你说的那些道理都对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剥皮儿？看看吧，这样做的行不行？两个格中间太宽了，这两个格中间应该再加一个格。苹果放多了容易压坏呀。哎呀，来个新顾问，要求的可真严。一块儿干吧，为了一个苹果也不烂掉，就得严点。谁家有福娶真玉这样一个媳妇？哎呀，那我可不嫁人。哟，是的，等着看吧。都准备好了。妈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养鱼场。妈妈你。司机停下！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！快快快，就是快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啊？啊，你没看见这个吗？这，哎呀，大惊小怪的，吝啬的都吓死个人啊！哦，这怎么是吝啬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苹果？什么？国光？啊，北青。我问的是，这片荒凉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苹果？难道苹果多了就可以开车压碎它吗？司机同志做的是不对，你批评的有道理。真玉，哎呀，大婶儿，
你好啊，你可真负责呀。刚才看你从车上下来，我就躲开了，可在这儿又碰上您了。躲什么呢？怪不好意思的。你们骂我了吧？为什么要骂你啊？你给我们商店提了些宝贵意见，我们认真做了检查，正在改进呢。你去看看，已经有了些变化了。哎呀，大婶儿。哦，我走了啊。大婶儿，我妈还等着你呢。等我？这大忙季节我去看亲家，你这个丫头还不得批评我呀？哎呀，桂玉来的正好。桂玉，最近你们挺忙吧？我本来想去看看你妈，可是没时间，我走了。您怎么走啊？我妈把午饭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这么忙，准备什么午饭呢？刚才听了真玉的批评，提醒我考一些问题。经理同志，走了。哦，我走了。同志，改日再来请你做检讨吧啊！你怎么这么急着走了？是我太过分了。你又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。这么说，你那天去批评亲家母的商店了？哎呀，看这事儿闹的。那天就算你不知道，可今天呢？哼，你呀，你也太不懂事儿了。这大婶真怪，她有意见就直接提呗。她当时说的挺好的，可连饭都不吃就走。你还不快给我住嘴！真玉有什么错误？见了不对的就批评，100个正确。万一要是把亲家母惹翻了呢？要是这点小事他就计较，我们这边还不干了呢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个经理，还能没有度量？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可姑娘家总得让着人家点儿。为什么要让着点儿？儿媳妇儿，这种思想就是要不得。你这都是封建思想，封建的。妈妈，姐姐订婚，你怎么也变了呢？哼，说话都低人家3分。你不说话不行啊！哎呀，苹果堆没盖上。什么？真玉，等一等，把雨衣带上。桂玉这孩子怎么这样子呢？这都是你当妈的给惯成这个样子。今天这个事儿吧，啊，亲家母来就来了呗，大忙季节，娘俩扔下活，在家里又跑养鱼场，又杀鸡，闹哄哄的忙了半天，亲家母还是没来。唉，叫人家笑话呀！唉，桂玉这孩子成什么样子了？过去他多积极，现在他什么活动都不愿意参加了。一个女孩子找着了婆家，就得赶快把她打发走。你以为这样就算尽到当妈的责任啦？当然了，我也有责任。不管她到什么地方，首先得把她教育好。唉，过去当爹妈的，给姑娘出嫁的时候，只要预备好嫁妆，就算尽到自己的责任了。你还是用那老一套，给她做这个弄那个，她的嫁妆总要比别人的好，你就算放了心了。这些不行，首先教育孩子有好思想，懂吗？对不起，是我。什么对不起？没什么，你不是这儿的人了吗？
怎么了？我跑了有什么用？是人家的人了。哎呀，又要掉地下好多苹果了。那只有我爸爸会高兴。怎么？坏苹果多，酒也就出得多呀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要是心疼苹果，别光在这儿喊，快去把做果酱的锅给弄来。可不。姑娘们，对不起，明迪同志，对不起呀。怎么了？你不应该这种态度吧？哎呦，怎么了？你对别人那么严格，可对你自己的姐姐呢却那么迁就。你看，做错了事儿，就说对不起，就完了。你得斗争，知道群众有什么议论吗？说桂玉眼里只有加工厂他那个爱人，没别的了。你干嘛不当他面讲，背后又议论这么多？怎么？想着他爱人有什么不好？要是你爱人把你当成苦黄瓜，你心里就高兴了？我不高兴，我能忍耐。你来了，等好久了吧？来的不是时候啊！今天真不凑巧，我还有事儿要到机械厂去一下。今天真对不起你了。过几天我去看你。对了，你顺便到商店告诉我妈，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不回去了啊。这，我怎么好去呢？哪有什么，你也不是没见过我妈。可是，你还害羞？走吧。哎，就来。桂玉，你们农场不打算做苹果酱吗？苹果酱？对，设备我帮着解决。现在顾不上了，今年连好苹果都推销不出去，
班长正为这个到处跑呢。哦，真玉同志啊，再见再见，有时间到我们那儿去玩。好，常来信啊。哎呀，那不是真玉吗？哎呀，班长大叔啊，你好。学习结束了？结束了。那一定是最优等生了。哎呀，哪儿啊？啊，错不了，还是我们真玉呀。这个时期，我们加工组的工作怎么样啊？啊，还可以。那您一定抓的很有成绩了。啊，啊，比你去学习的时候还算有一些起色吧。您辛苦了。辛苦什么？啊，咱们回去谈吧。好。我正忙着推销订合同，一天到处奔跑啊。苹果结的又多又好，又是个大丰收年呢。是吗？啊，来，把皮箱放车上。不用了。放上吧。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沉呢？嗯，都是书。哦，是书啊。你们好。哎呀，经理。啊，你看。哎呀。那孩子，他经常晚上不回家，可今天还派个通讯员来。看您说的，你来一趟不容易啊。你应该谅解他，他最近的工作是挺忙的，就连我都快把他的模样忘了。经理同志，你好啊！哎呀，你好，班长同志。啊，你忙吧？啊，忙啊。啊，哦，桂玉也在这儿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跟我说有要紧的事儿到市里来，原来是到你婆婆这办事儿啊？啊？你就当没看见，不就过去了？哦。你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？是啊，今年丰收了，出来跑跑外交。哦。我们农场估计今年苹果产量要比去年增加2倍多。哦。所以我到商店来找找经理同志，来谈一谈合同的事儿。你还得多帮忙啊。我们这儿也不管订合同啊。不管哪行呢？管理处来问你，你就给我们宣传宣传，说石华农场的苹果呀是最好的啊。事实也是这样嘛。啊。是啊。哦，桂玉，真玉回来了。是吗？啊。哎呀！你好啊！你好。这是哪儿的苹果？石花农场的。啊，是吗？那是我们农场的。把那个拿给我看看。不，这边这个坏的。这样的苹果，我们农场不会往箱子里装的。可能是搬运过程坏的，也许啊，商店保管有问题，也可能。哎呀！啊，这样苹果能不损坏吗？你得像摆弄鸡蛋那样仔细才行。真玉，啊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家里都好吗？都好。今天我抢先了，抢到桃花里作业班长的前头去了。跟机械厂订了合同，原来他们2家是搞协作的。
这下我那位朋友夜里该睡不好觉了，说不定得急出病来呢。这么说，今年的苹果都能及时处理了？没问题，咱不能像桃花底那样。班长大叔，您工作挺忙的，别为了照顾我们耽误了事。您先骑车走吧。你这孩子，你以为我推着走是为了照顾你们吗？你看，我的车在放炮了。我自己拿着吧。哎，推着吧去。拿下来吧，我拿着吧。哎呀，你就别犟了，走吧。姐姐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办点事儿。大婶儿，你好。哎呦，真玉呀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真玉呀，你在那儿学习挺累吧？不累。到我家去玩吧。好，我正看这个要下崽的母猪，你看这些猪都跑出来了。哎呦，这猪把苹果都吃了，多可惜！您就跟班长大叔说说呗。嗨，我说句话，人家还不当耳旁风呢。出。我以为是爷爷回来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新出的维尼龙，颜色好看吗？哎呀，可真好看呢！你进城就为了买这个？妈，你看我穿上是不是有点太漂亮了？挺好的，好多人都穿这个呢。这花布可真好看啊！看看我们真玉的皮箱吧。都是书啊。听说真玉回来了，他到哪儿去了？说是到他们加工组去看看。他还给您带回了礼物呢。真是好孩子。正合适。北青地方果树栽培技术。真玉，你好，你回来太好了，你一定是最优等生了。我衷心的祝贺你。怎么？你们都不在加工组了？在，还算加工组的组员，在劳动手册和学习惠民册上也还是那样写着。那今天你们是来支援？不光今天，好像永远要到处支援。今天钉木箱，明天去编筐，后天运工具，大后天畜牧场，大后天修路。反正我们能干的活，不管什么活都得去干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们加工组现在没活干吗？为什么？酿酒吗？也没有缸，我们也不能一口气儿吹个缸啊。那你们没准备做苹果酱和果子露吗？哼，你没看见吗？你们就这样等着？等着也做了不少斗争。现在我们一提意见，班长就说：“哎，知道，正采取措施。”班长光答应不办，可我们也不让步。今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一个苹果烂掉。现在你也回来了，他就再也不敢随便摆布了。
么呀？掉地里的苹果。哦。嘿，我们真义从今天开始负责晒苹果干了。负责人的家里得带头干呐。赶快吃晚饭吧。吃完了饭，咱们全家动手切，咱们头一个把它晒出去。爷爷，谢谢你。孩子，谢什么呀？我们真玉今天的发言还不错呀。爷爷，我本来想，你去那么几天能学到什么技术啊？看来你倒是学了好思想啊。爹，洗脸吧。哎。哎，又上哪儿去啊？不吃饭就走啊？你们先吃吧。我一大跳，刚当上官就有了官架子，连朋友都忘了。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怎么知道？你以为光咱们来了？你看那边。哎呀，都来了。社劳卿委员长批评咱们了，为什么？说咱们不发动群众，光知道自己干。啊，说没起到社劳卿的作用。啊。是啊，组织多么关心我们呢！没有组织，什么也干不了。啊，咱们一天也生活不下去呀，好像你今天头一次有了体会似的。歇会儿再干吧。好。真义，还记得吗？这些苹果树还是咱们栽的呢。啊，记得，那棵是我栽的，这棵是你栽的，那边那棵是昌树栽的啊，那棵是我和你姐姐一块栽的啊。那时候我们才那么高，那时候总想什么时候能吃到苹果，可现在为苹果丰收操心，想起来真像做梦一样。是啊。啊，这事过了整整10年了，还是敬爱领袖冒着雨亲自视察北清的时候，我们在这开始栽的这些树是已经10年了。那次视察山坡地的果园以后，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、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，明确地制定了要把全国的山都变成丰硕的果园的具体方案。就在敬爱领袖指出，
新的希望的第2天。给我。大叔，啊什么时候能吃到苹果？等7、8年就能吃到苹果了。哎呀，得7、8年啊！像西红柿当年结多好。来，栽苹果树就得这样认真仔细的栽呀！啊。嗯。可是你看，苹果都结这么多了，可我们又干了些什么呢？是啊。哎，这些苹果怎么办呢？明吉可能不知道今天就开始了。我去找他。管拖拉机的能同意吗？问问吧。明吉同志，你来一下。真剧呀！啊，做饭呢。你把拖拉机挂上拖车，快开到果园去。干什么？运掉地下的苹果。管拖拉机的同志，他同意开吗？嗯。走。明吉，这小子不愿意给我做饭，溜了，真没办法。哎。桂玉，你干什么呢？算了，让他准备他的吧。真玉哪儿去了？哼，火是他点起来的，倒让爷爷这么忙活。你妹妹不会去串门的。快点，快点！真玉，怎么了？你家就别留了吧。为什么？你妈在畜牧场也回不来。没问题，男人也能干这个嘛，照顾这个，照顾那个，最后还有几家切的。明吉，深更半夜的也不问我一声，开拖拉机干什么去了？嗯，这是什么？你白天不是说要绝对听真玉的指挥吗？什么？哼，这小子，今天晚上就得切出来，明儿一早就晒出去。当班长的家里应该带头嘛，你快接着吧。哼，快给我！哎呀！哎，还得切呀。嗯。还有储藏库的消毒，用福尔马林和硫磺消毒的方法。第一种，40%的福尔马林加上40倍的水。哎呦，这些大家都知道，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讲吧，继续讲吧。讲吧，讲吧，讲吧。那我就快点讲了。今天我得讲到加工方法这一部分。
啊，真玉呀！啊，你好。你是怎么组织的？一下子全村都动员起来了。大叔，你昨天不是说要大家绝对听我的指挥吗？哦，我也坐在家里，连地方也没敢动，整整切了一宿啊！你撒谎！昨晚上你不是到管委会去了，这才回来吗？连我家你都去了？当然了。我家也切完了。切完了。哦，班长的家嘛，对这件事儿当然应该带头了。哎呀，怎么又坏了？哎，又放炮了。哼，整天的出去跑，那自行车扛你那么折腾了。可是跑多少路就能办多少事儿。你还是少出去跑点吧，应该好好管理管理咱们作业班的事情了。那班里有多少事情等着你安排啊？你怎么这么能啰嗦呀？用不着你操心，好好为你煮点得了。你知道我们畜牧场的姑娘都说你什么？他们又议论我到处跑了。哼，他们说别的农场有个摩托委员长，咱们农场呢？哦，那就是说我是摩托班长了？哎呦，摩托班长还是自动化呢，说你是自行车班长。我才是个自行车班长。调皮姑娘，等着瞧吧，看哪个作业班分配的多。来，拿着。老倔头，拿着。往后啊，你听别人的意见也得往心里去，你别总这个耳朵听了，那个耳朵就冒了。行了。行啊。哎呀，又差一点放炮，真够受。他大叔，哎呀，又差点没堵着你。要上哪儿去啊？啊，进城去，催合同的事儿，还有联系点支援的劳力，早下手能来点整劳力呀。家里的劳力都安排好了？没问题了。修储仓库的劳力你是怎么安排的呢？啊，瞧我这记性啊，我都把这个事儿给忘了。我看你就把这个事儿给组织一下吧，啊。哦，桂玉啊，今天你们加工组啊，都去参加摘苹果去吧。怎么？人手缺的要命啊！摘苹果的能手都在家里摆弄苹果干，哪行啊？我还得进城去办事儿，你在家组织一下，要提高效率。好吧。这下劳动力分配的问题基本解决了。托给你了啊。行啊。哎呀，摆在这儿了，不喷药了吗？拖拉机手都不在这儿，民吉他们都去修储藏库了，是吗？你看，咱们果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，今年可以大量储藏，四季都有新鲜苹果了。哎呀，不过得把坏苹果，还有掉在地下的苹果全部进行加工。哎。可现在做不到。姑娘们，这是新事务，我们来完成。我们也没干过，像这活就没什么神秘的。我实习的那个果园，全都是妇女她们干的，可带劲儿了。那我们也试试。哎呀，这也是个好机会嘛，我们就练习练习。以后男同志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喷药了。真的，你们看报上说的了，今后我们农村要实行化学化、机械化，现在就要做好准备。对。行了。
是胡闹。怎么胡闹？快给发动！就你胡闹！你说话注意点。拖拉机能随便发动吗？真是的，你们倒有理了。明基同志，你好。啊，真玉，你回来了。我不跟你握手，你先给我发动着。苹果不赶快喷药，要出大事儿了。收获季节的生虫率是30%。30%？是啊。哦。所以，不能让熟了的苹果生虫子。苹果生了虫子就要烂，烂了就不能储藏，这你也知道。新学来的。你呀。畅树，你看，这是怎么了？喷不出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些孩子！快停下！快停下！哎呀，哎，快停下吧！哎，你们这简直是胡闹嘛！你们以为这是清水啊？啊？你们就是再不懂事，也不能拿着药水闹着玩嘛！哎，我临走不是安排你们去订箱子了吗？箱子早就订完了。嗯？箱子早就订完了。箱子早就订完了。哦，调皮姑娘干活还挺快呢啊！哎，你这小子也没点男子样，总围着姑娘转什么？爸爸，我，这不该明急的事，是我。你真是。收获期的生虫率是30%。就你知道的多，今年还管那些？看苹果结的多好，要不我能让大家去修储藏库。你们也看见了，我一天到晚往外跑，自行车履带都跑坏了3条了，真够受。姑娘们，快去洗一洗，换换衣服吧。看你们弄得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姐姐订婚以后变得可真稳当，老装作个大人样儿。啊，订婚了？你还不知道？你去学习这个时期，是咱们班长大叔的介绍，跟城里加工厂的作业班长对上线了。等秋收后定个日子，他就要进城，成了工人的夫人啦。看你。我真奇怪，当初为了办好咱们的加工组，你姐姐干劲那么大，可一订婚呢，她就变了，越来越温柔了。我看要是你呀，有了爱人，也会变成个温柔的媳妇儿。哼，也许得装一装，可我绝不离开加工组。姑娘们，说些什么呀？常树，你在真玉面前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就说给他听呢。让他姐姐知道这些，那才好呢。我跑的自行车带都要找我了，跑的结果，咱们今年的苹果都订了合同了。啊，还有，咱们要推广国营果树农场已经试验成功的野外储藏苹果的方法。现在问题都基本解决了，咱们的农活就剩下修储藏库了。把那些苹果储藏到来年的夏天，啊，这样一来，咱们的果园也能1年4季不断的供给人民大量的新鲜苹果了。对呀，
至于对外联系工作，全部由我负责。你们呢，就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修建储藏库的工程上去啊！大家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提个意见，我也有意见。嗯，啊，知道，我采取措施了。掉地下的苹果怎么处理呢？放心吧，我接受了你们的意见，已经准备了煮果酱的大锅，还买了几口做酒的大缸。问题是你得赶快把它拿来。嗨，那也得一样一样的办呢。我也有意见。哦，真玉回来了吗？又增加一个劳动力了啊！说吧。今年咱们的苹果处理的很有计划性，这我很高兴。你也有了变化。可是看到掉地下的苹果太多，连猪都挑好的吃，大家都很心疼。特别是你家大婶她。其实苹果加工没什么神秘的，问题是怎样组织和发挥大家的力量。每天下班的时候，只要每个人都把掉地下的苹果捡一捡，拿回家去晒成干，这也是很好的加工办法嘛。好啊，苹果干。先用盐水泡一下，再拿出去晒成干，这样就不会坏了。对呀，也用不着花钱。对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大家提一提吧，要提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啊。真玉，这个事儿就由你负责，说干就干呢。我？啊。哎呦。把它分配下去，然后再收上来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能行啊？让我姐姐负责吗？桂玉是人家的人了，她现在正在做结婚准备工作，忙不过来那些了啊。大家不要笑了，以后啊要绝对听从真玉的指挥，明白了吧？这样行了吧？还有。怎么还有？您给组织一下，我得向大家讲讲学习来的东西呀。好啊。忙完了这些活再说吧。哎呀，你得马上组织。你也看见了，大家都忙得不得了。那让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办一下吧。散会吧。大叔。哎呀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能够让他负责呢？还是找个能力强的人吧。嗨，那点事儿还需要他负什么？就让他们干去吧，反正他们也不跟我要房子、要机器。那这么说，他们要干呐，你就是挡也挡不住。这些孩子，我算是服了。我就是让他们干，也没抱什么大希望，是他们闹得我实在是没办法。他们这种想法还是可贵的，这种爱护集体财产的思想，我们应当大力的提倡，积极的支持啊！看见了吧？真玉，咱们3个人的声音合在一块儿，力量就大了。班长大叔够固执的了，可是今天还接受了意见。也不一定，
他哪次也没反对过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最近班长大叔总在外边奔跑，他可忙了。今天又到城里忙了一天才回来。加工组的事，我们应该努力，有问题不能光抱怨大叔啊。可也是，对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走吧。明吉，你妈妈在家吗？在。哎，饭做好了吗？我还有事儿呢。哎呀，饭还没做好呢。你干什么了？那头母猪就要下崽了，我在那看着它呢。我把米下到锅里，我还得马上回去呢。你老糊涂了！你不在那看着它，跑回来干什么？啊，那我回来不是给你们做饭吗？你以为男人就没长手啊？快回去！还有你这样的畜牧组长，快去吧！你以为牲畜不会讲话就可以随便呢？哎，明吉啊，你快去做点饭啊，快！爸爸，你就不能去看看？嗯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参加宣传队的练习了？啊，我不参加了。怎么？现在有才能的人挺多的，我这样的该退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的手真巧！哎呀，以后厨房的活你就别沾手了，我都得实习一下啊。姐姐，听说你订婚了，真的吗？知道还问？要进城了，也是真的。没看见妈妈最近对我可严了，这个实习可不一般呐。振义，给你，社劳卿委员长送来的。是吗？哎呦，爹回来了。